这一批人都是新手上路啊，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刚刚是我们的秘书啊，明玉，他是我们前任的秘书嘉伟留下来的一个好人选啊，那谢谢他。那一些事情啊，我们下个星期二，这个我们的那个感恩节餐会要在 Fremont 举行哦，所以希望大家 volunteer 如果能够帮忙的话，请多来帮忙，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光荣啊。那这个已经差不多都 ongoing 了。那我们明年的年会呢，也暂定在2月的这个我没有记住，2月11还是11号，对不起，2月11号礼拜六啊，我们在在 Union City 的那个 Crown Plaza， 所以将会在那边举办年会。那最需要大家帮忙的，我们现在这个票已经印好了，有些理事已经拿到了。那希望能够帮我们好好的卖票哦，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呢，有一些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会哦，那我特别跟他们多聊一点，怕他们被隔离哦，所以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鼓励。其实我想请他们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像明玉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做 DreamWorks 哦，你们可能比较不熟。大家好，这次算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其实我来过这会大概2次，那是那个嘉伟带我来的。那我自我介绍，我是张明玉，那我英文名字就是明玉。那我本身是从事动画方面的工作，这样子。功夫Panda就是他们那个。对，我在梦工厂工作，那也希望说就是在堂会可以多支持我们公司的电影，谢谢。加入一些新血哦，请自我介绍一下。各位大家好，我是明玉带来的朋友，我姓曾，叫曾永汉，那英文名字是 Hank H-A-N-K， 目前是还在念书，在学校是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本来是在Sunnyvale， 今年初的时候他campus 搬到那个San Jose downtown 去，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希望我们能够传承哦，要尽量多的年轻的会员。那这边还有一位算是老朋友 KT 员哦，是我们 Amy 的这个总理啊 ，KT 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个话？他办公室就在我隔壁哦，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就是办公室旁边的厕所。我跟他很熟。那你经常在那里开会是吧？大家好，我叫左光泽，我太太黄素清，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房地产方面工作，刚好跟 Frank 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那我已经不年轻了，是上了年纪了，可是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大家在一起，谢谢。OK，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哦，我们在座有一位这个 TV 1.9啊，那个 Angel 他在我这边，还有他的同事哦。他今天来呢，除了来拜会我们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请大家 support 他们哦。最主要我帮他开个场，因为他们在这个 Comcast 一直拿不到频道进不去。那大家如果有幸看到1.9的节目，你会看到它非常的台湾。里面有台语的歌仔戏啦、布袋戏啦，算是然后台湾的节目、台湾的新闻照三餐播放，公视、华视我都有在看哦。所以他大概要请大家帮一下忙，看怎么样帮他请愿，能够进到 Comcast。那我请他自己上来跟大家讲一下。那 Angel 跟 Aaron 要上来。各位主任、副主任跟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叫 Andrew 高华成。那我现在目前是我们在 run 一个红星卫视 TVHS 1.9。那我想在座应该有一些前辈们可能也看过我们的台，或者说像
谢大哥也是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啊。那 Frank 呢，他目前也是在我们台呢，礼拜四他有一个节目啊，叫做《财经生活杂志》，那是专门讲财经方面的。那今天其实 Frank 邀请我过来，就是说，目前我们本来是只有在这个 Digital Antenna 的频道，那我们也一直想说再多扩展我们的平台，那我们有跟 Comcast 在联络，然后再做一些沟通这样子。那本来是在3个月前我们要进 Comcast， 然后在要签约的时候呢，他们突然之间告诉我们说，上层有交代说，湾区呢，华语台他们已经有1台了，已经够了。那我觉得说，不管今天我们华人社区呢，当然有一些平台是越多越好，能够帮我们发声。那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发声的管道，尤其是我们台湾发声的管道，干那愈来愈少。那我觉得说，刚好借此这个机会，那我们也积极在 contact 一些这些湾区像 Paul Fan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 Congressman， 我们也有在联络，就说是不是说请他们呢也帮我们做一些 reendorsement， 然后做一些 recommendation 的 letter， 让我们也在收集一些社团的签名，然后大家的 support 这样子。那刚好今天我本来没有预期到说主任跟副主任在这边，本来也要专程去侨教中心跟主任谈这件事情，那这样刚好一箭双雕，省得我一个 trip 那我们会有就是说除了请这个台湾商会，那当然会长呢他是很做代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sample 的一个 letter， 就是说请以台湾商会这个名义呢告诉 Comcast 说TVHS 红星卫视呢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华人社区、台湾人社区里面大家都有在看也很喜欢的一个频道，那请他要考虑说是不是要需要给我们一个更广的平台这样子。那如果说在座的各位前辈们，如果说你们有其他的这个社团，那也愿意支持这一项活动的话，那我很欢迎说，请大家能够跟我们联系，然后大家多多益善，把这个华人的这个声音呢，不能让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这有点像一言堂的这个心态，那不能说有1台中文台就够了。我想这个华人社区发声的管道应该是多多益善的，谢谢。介绍你的公司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们公司。没问题。红星卫视呢，我们是在1年半以前成立的。那目前在这个 Digital Channel 里面呢，美国大概是在2年半、3年前开始有 Digital 的这个平台，那我们是等于说也是像踩在浪头上。那我们是一个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湾区唯一24小时的台湾台。那我们的节目是24小时，90%的节目都是从台湾来的，有国语的，有台语的，像礼拜天晚上有戏说台湾，我想可能很多人这个非常的怀念台湾这个本土的戏剧。那也有一些我们有新闻部，然后我们有在跑新闻，礼拜天也有这个新闻周报，每天呢我们从台湾拿过来这个华视、公视还有台视每天即时的新闻一天24小时您都可以看得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我加注一下其实没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电视台能够有一些发声的声音。我想具体的说是可能他事后会有个请愿书之类的，那各位愿意的话就帮他endorse一下好，那今天呢，我想今天的嘉宾是各位的老朋友反而是我贸然的邀请到了一个老会员回来是我们这个 Bob Lin 林副员他的 email 就是 Happy Bob Lin
那他的 bio 啊，我有用一下喜工啊，我去网络上抓了一些资料，你都可以看到这边介绍他的 VC 啦，还有他最近做的演讲啦。他也是《世界日报》的那个有一个部落格也都有专栏哦。如果你们有去 blog 看的话，你们都知道。那我想废话不多说，Bob要不要就上来把我换掉？贵宾啊。来，我先介绍贵宾。主任，副主任，高副主任，女主任。谢谢崔大姐帮我们邀请来哦，然后还有这个 Bob 的太太，今天Jill也是崔大姐帮我们邀请，她手上有一个秘密武器哦，她很客气，她说你们的流程怎么样，我不要打扰你，我说随便你，反正今天你会得罪的就你先生，随便你爱怎么得罪他我都无所谓，所以待会如果我们会后他这边会开台哦，所以大家要检查身体可以到那边去。谢谢。